仔继续来看白沙屯妈祖进香相关的消息。来看这个中华新港国小，迄3只地仔车祸，2姊妹是昏迷。其中，伫秀团病院的10岁姐姐目耳目睭，希望妈祖来甲看。妈祖的銮轿早起是行到彰化市，秀团医疗团队嘛准备姐姐衫裤，要帮姐姐来祈福。当这个团队来到病院的头前，是冲到急诊的大门来停驾。现场的信徒甲医疗人员拢真激动，大声来欢呼，有人甚至是感动甲哭。这个姐姐听伫咧这个病床顶，嘛透过直播感受到妈祖的爱甲祝福。白沙屯妈祖的銮轿转到对面的中华秀团病院急诊中心，全部信徒挂病院医疗人员拢欢喜感动，甲伫咧拍扑克。妈祖銮轿从到急诊中心的大门口倒面正面喊嚟喊咧，煞嚟变做前后喊，这就是代表妈祖要停驾。护理人员冲到銮轿头前，一手捧几人领走囡仔衫，这就是中华新港车祸3只地下，其中伫咧秀团病院治疗10岁姐姐的衫。护理人员摕姐姐衫伫咧香火洗衫天，佫想要甲衫放伫咧銮轿顶，互妈祖近距离祝福。握着3姐弟的姐姐的衣服我们希望白沙屯妈祖能够保佑他们的健康快乐。姐姐倒伫咧病床，有看妈祖进香的直播，伊是妈祖的信徒，虽然煞几年拢伫咧新港徛街附近路口接驾，一摆轿车拢甲吊动伤，伊目眼耳目，希望妈祖来看戏，如今总算等到这日。妈祖銮轿伫咧急诊室门口停驾15分钟后起驾，有真侪信徒排队弄轿卡，秀团病院感谢妈祖停驾祝福，嘛讲医疗团队会尽全力研究，互3只地仔会当赶紧团圆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